最近《我和僵屍有個約會》電影版終於正式推出，不過今次就冇喺戲院上映，而係選擇喺網上平台播放，同時提供廣東話同國語版本。電影一上線，隨即引起唔少討論，但整體口碑就明顯偏向負面。其實講返轉頭，1998年嘅《我和僵屍有個約會》電視劇，可以話係一代人嘅集體回憶。我唔惹你，你嚟惹我？第一同第二輯當年非常受歡迎，第三輯反應就比較一般，但整體仍然係經典作品，所以觀眾對今次電影版自然有好高期望。不過，電影版最大嘅爭議之一就係演員陣容全面更換，女主角馬小玲由原本嘅萬二蚊改由吳千語出演，男主角放天佑就由尹天照換成黃宗澤。黃真真一角由楊恭如改為蔡潔，而山本一夫則由陳啟泰變成呂良偉。有觀眾指出，山本一夫喺電影入面戲份唔多，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戴住面具，角色存在感偏低，未能帶出以往嘅壓迫感。至於負評嘅原因，最多人提到嘅係劇情節奏慢、氣氛沉悶、故事鋪排唔夠緊湊，完全做唔返當年劇集嗰種情感張力。有唔少網民直言，開咗電視唔夠5分鐘就已經上關。而另一個爭議焦點就係萬二蚊嘅客串安排，唔少觀眾因為知道佢會出現，先堅持睇到最後。但結果只係見到一對眼，大約1秒鐘左右，再加一個模糊背影，令好多觀眾覺得失望，甚至覺得有被呃情懷嘅感覺。有觀眾認為，其實如果真係要拍《我和僵屍有個約會》，不如直接由萬二蚊再度主演，即使冇原班人馬，觀眾嘅接受程度都可能會高好多。今次嘅翻拍版本，無論係選角定係整體演繹，都未能成功打動觀眾。網上亦出現唔少 AI 合成圖片，有人表示不如換馮盈盈、Yanny 或者陳慧琳，反映觀眾對現任女主角嘅演技同角色契合度存在唔少質疑。從各大平台評分嚟睇，電影普遍只得3至4分左右，更被部分網民形容為年度最差電影之一。亦有人猜測電影質素下滑可能同製作預算被削減有關。不過，亦有聲音指出，即使預算有限，只要劇本夠好，依然有機會拍出有水準嘅作品。究竟《我和僵屍有個約會》電影版係情懷翻車，定係觀眾期望過高？你又點睇？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恭喜45歲嘅方力申榮升做爸爸，官宣生咗位小公主。期待已久嘅《尋秦記》電影版終於要上映啦！確定上映日期係12月31號。呢個意味住好多《尋秦記》嘅粉絲可以親身走進戲院。今次嘅電影版設定喺原劇20年後，我哋可以睇到人物故事嘅新發展。從預告片中唔難發現，古天樂延續咗之前電視嘅風格，古代場景中穿插英文同現代語，帶嚟一種既熟悉嘅感覺。我只相信你一個人。Really？此外，近期網上亦都有唔少宣傳消息，睇到古天樂、Jessica 以及林峰3位演員嘅聚會畫面。大家一齊睇預告片同埋一啲搞笑嘅片段。發生嘅始終都要發生。寡人唔再需要你幫忙。秦王馬上去統一6國，好快就會喐到我哋去揾項少龍。邊個喺我全黨？寡人只相信你一個人。Really？如今係你家鄉人唔肯放過寡人。你條蛋散啊！你個車牌㗎？講先！你係咪一定要趕盡殺絕？五一天行，豈能毫無代價？小心你出少句聲啦！多謝。我哋為咗你提心吊膽咗10幾年，仲唔夠咩？
唔好再阻留寡人。嗰班人驚你咗，師傅有機會為自己加油。呢個我唔想翻嚟，我唔知幾想翻去啊！天命最高。咁耐以嚟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喂，今日我真係想問你一樣好，乜鬼嘢叫蹴鞠啫？嚇，蹴鞠你都唔識？嚇，炮谷你知唔知係咩啊？炮谷，我知，運動嚟㗎嘛。哇，犀利！啊，thank you。咩？thank you，即係多謝咁解。你膽敢侮辱本校 ？I'm so sorry。咩人嚟嘅？幾廿層嘅呢衫，頭髮又唔剪。係我。警方，这起5连，第一天就看到你，我很累，你还那么开心，看不到你我差一点开心了。電影版大部分仲由原班演員回歸，雖然江華似乎未參與拍攝，但其他核心角色都會出現。《尋秦記》電影版承載咗大家多年嘅期待，唔知大家會唔會去睇呢套電影，定還是重溫電視版呢？天命最高。喺《尋秦記》飾演秦王嘅林峰，最近可謂雙喜臨門，新戲即將上映之餘，亦都正忙於巡迴演唱會。生日當日同大班粉絲過，非常之熱鬧。咩拍過咩啊？仲會拍過 video？ 我揮手喎，好，拍過 video 我個揮手，好，1、2、3。喂，搞咩 ？OK。玩呢個未啊你哋？我堅唔知，勁 surprise。多謝。哇！我未試過咁多人同我一齊唱生日歌，多謝你哋，多謝。love you， 真係 thank you。喂，多謝大家嘅呢個精心設計啊！喂，真係俾個 surprise 我，好多謝啊！希望今次嚟倫敦雖然係第一次我想我哋嘅演唱會帶嚟倫敦，我希望今次只係第一次啦。我希望以後每一次我嘅演唱會都可以嚟。原來同月生日嘅仲有 Bosco 黃宗澤，佢同佘詩曼合作嘅《新聞女王》終於喺大結局鬥完嘴，戲外就迎來溫馨又驚喜滿滿嘅生日慶祝。
我已經攞咗你啦。